三十，五一真是让路西巴啦。三十老板啦，然后冇点啊，那们左边过去。给咱们多一你老板啦，多一你，好点什么看看？我要跑到你，乌拉尼冇吧？乌拉尼冇。乌拉尼冇老板啦。杨松师傅包子吧的。就等我了，来吧。我也有他。五三十不老板了，老板来妈妈来。打开来，帮我换上来不啦？你好，听懂了 ？OK。